冰冰，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妈妈伫迄个房间敲电话啊。无啦。有啦，你过去看卖啊。我袂晓伫车倒落去，我袂赶紧赶到阿明的身躯边。阿明在等我，阿明，阿明，给我力量，我一定要动工去你的身躯边，我要甲你做伙。 冰冰，你看，妈妈嘛是伫遐。妈妈，冰冰，冰冰拄才入来找无你啦。我偷带甲冰冰算命小找。冰冰。 妈也阁有最重要的代志，今日要去办。连到妈再来看你，好无？妈妈，你袂当骗我哦。妈哪会骗你呢？妈妈，倒手伊。妹妹，要甲妈斟一个无？讲一声再见。妈妈，再见。
阿明，我已经来啊，赶紧带我走。王太太，王太太，王太太！秀秀，你是安怎？有代志做你讲啊！秀秀，来，来，李姐，有啥物代志，唔敢甲阿公讲的，甲阿妈讲，好无？你细声讲，莫互阿公听到。嗯？阿妈、阿公，我今日去学校，甲同学冤家，叫老师警告。是安怎甲同学冤家咧？我嘛唔知影，今日上课时阵，我一直感觉袂安宁，身体咁要压起来。同学甲我照破买草的时阵，我嘛无心情插伊。伊就生气甲我冤起来啊！你是毋是想恁妈妈？要转去看卖一下无？定定转去，阮妈会无欢喜。医生啊，伊当时会当精神，真歹讲，可能永远拢袂阁精神啊。医生，敢有啥物较有效的药啊？开偌济钱拢无要紧，只要伊会当醒过来。你是个主治医生，对伊的病情你上了解。伊即个破病倒去是突然间发生的，可能无啥物准备。反正连伊的威严拢无留落来。我尽量试看卖咧，就算是伊精神过来，嘛无可能冻伤久啊。妈妈，希望你的身体早日健康。培培啊！食饭啊哦！妈，我食袂落。你是安怎？
无发烧啊？你倒位无爽快啊？我想台北的妈妈。好，等礼拜日吼，妈妈带你去台北，好无啊？好，多谢妈妈。王太太，王太太，你先倒来，你想要创啥？甲我讲，我来替你做。我要录音机，我要录音。好，我马上来去。你踮咧等我，我真紧就回来。多谢你，马先生。王太太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王太太病情即摆这么严重，身躯边拢无到半个亲人。东东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我食袂落。哎，你爱食乌鱼子吼，妈甲你烘一片好无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安尼无魂有体啊？东东啊，东东，妈带你去看电影，出去踅踅咧，好无？我无爱啦。奇怪，秋夏会去倒位咧？这晚还袂转来。金梦啊，秋夏较早。敢有这种情形啊？已经得要3点啊，伊敢会出代志？应该袂有代志啦。你看，我就讲啦，秋夏袂有代志啦。我来开门，我来开门。唔对啊，假使若是秋夏转来，伊家己就有早锁匙伫咧，何必起电铃啊？反正吼，伊昏倒伫咧半路，倒一个好心人发现，甲伊送倒来啊！你别坐啦。顾老先生，李先生，你是王太太因大兄对无？是。老妈，种话你走来创啥？暗头我就来过啊，可惜恁兜无人伫个。无伫个就无伫个，有啥物通可惜的啊？你嘛毋是啥物大人物啊！我逐工踮厝等你来哦。你啊，即马毋是咧练笑话的时阵，我可惜的是，恁无甲一个人看到王太太。阮半暝拢无困，就是咧等伊啊。伊永远袂转来啊！啊？啥物啊？
已经伫病院过身啊。啥物代志拢替别人设想，最后竟然死到这凄惨，今日拢无伫伊的身躯边。这两块录音带，就是王太太要过身之前所留落来，最尾哪有可能啊？我唔相信，你唔相信？ 明仔载透早会用去病院看卖。老妈，你是安怎拄到秋霞的？王太太昏倒伫王先生墓前，是我发现甲送去病院的。哪会遮尔拄好？你会走去墓地咧？人拢已经过身啊，问这敢有啥物路用？ 马先生，秋霞敢有留啥物话互我？有啊，一块录音带是要囡仔，另外一块是要阿伯。爸，原谅查某囝不好，我先行一步，你唔免伤过悲伤。 得到这种绝情的人足多，拢无药可医。死的唔干那你查某囝一个人，我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死了后，甲我甲阿平带做伙。这对我的囡仔来讲，互因了解到爸母相爱的时间，唔是几十年尔，是永远的。阿兄回来了后。 爱劝伊原谅大嫂，莫互顾家败落，莫互顾家的祖厝荒废啊！祖厝的大树脚，袂用无你会现爱的声，一时的意气用事，到落尾嘛是拢无安怎。爸，若是你会当照查某囝的话去做。 你后半世人也可能得到幸福，查某囝嘛会当含笑九泉啊！秋霞靠上。我阿伯，另外一块是要互囡仔，你敢有要听？先留咧，以后。 才教好收拾。对啊，我阿伯，我认为这块录音带上好目前莫互囡仔听啦。我听了拢挡袂掉，囡仔听了一定会更加艰苦。我想秋霞一定是无爱囡仔遐艰苦，因为即摆因五家拢过了真幸福。 我袂用的，为着这块录音带，互囡仔来天天哭哭，莫害着人规家遐对咱摇头革面。我安尼对不起别人，我对不起世界的秋霞。等伊若大汉，比较较冷静，秋霞的代志嘛已经过一段时间，才阁教互因啦。 就安尼做啦，也毋过秋霞的壮丽，遐个囡仔嘛是爱来啊。迄当然啦，生甲5个囡仔，
总袂用讲连个一个拢无来甲送啊！我无爱因来，我甚至嘛无爱互囡仔知影因妈妈死啊！爸，这是大代志呢。对囡仔来讲，这是真好；对秋霞来讲，伊嘛希望囡仔会当家送去梅西身躯边。对，什么叫做安葬？就是互死人吼安安心心啊入土啦。我要送我的祖囝去甲阿明合葬，伊一定会安心。你嘛先看卖，秋霞的囡仔，即嘛已经是别人的囡仔，白贴啊顶面，敢会当写姓娘的、姓皮、姓老的，也是姓叶的。秋霞在生的时，伊就希望伊的囡仔会当过了幸福，过了快乐。这段时间，囡仔一无简单，已经惯死啊！为什么因的死都袂用小可改一个？一定要互因感觉，因家己是孤儿哟。我阿伯，你讲的话是对的，安尼做嘛拄好是秋霞的习惯。只要简单就好。秋霞，伊若要怪，就怪我了。秋霞，我安尼做是替你迄五个囡仔设想。我决定安尼做了后，我这2天不管是拢希望你托梦给我。我咧想，假使你对我安排无满意，我就换2天啊才下葬，甲5个囡仔拢接来。也毋过，你一直拢无托梦给我，入土为安，安尼对过身的人表达心意，何必惊动众人，遐尔啊浪费？秋霞，你讲是毋是？我已经到这个年岁啊，无偌久通好活，真紧咱就会阁见面啊！我答应你，互你的兄哥去找阿英。我希望看到因2个搁再生2个囡仔，互咱顾家搁再兴旺起来。你已经带我来这来过一天，你放心，我袂找无路。我会定定来这看你。爸，哥哥，哥哥。秋霞，你虽然已经死啊，不过你的精神，也有你的伟大母爱，会永远留伫5个囡仔心肝内。希望遐囡仔会因为安尼，搁较好好来做人，甲悲伤化作力量。爸，有一个细平小姐伫客厅讲想要见你。哦。高阿公。哦，裴小姐。这是我的后生高调富。你好。你是东东的阿姑，拄啊对海外回来。东东叫阿姑，我嘛应该叫阿姑。不敢当。哎，什么你不敢当？照你是应该安尼叫啦吼。
王妈妈嘞？伊秋霞出去买物件，因兄哥转来啊，伊打算要陪因兄哥环岛旅行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遮尔无拄好。有啥物代志啊？阮阿爸明仔载过生日，伊专工打电话来，叫我爱请王妈妈去。除了王妈妈，伊啥物人拢无请哦。哦，秋霞可能无法度通去啊。这是要安怎啦？假使连这件代志我拢做袂好势，阮爸爸一定会无欢喜。爸，我看你去一撮啦。我去哦。安尼嘛好啊，东东嘛足想阿公的。我是要安怎去啊？我来叫赵敏开车，互伊送咱去。爸妈，我回来啊。哦，东东啊，你无看是谁来啊？大姐，赵哥哥，阿公，东东，阿公，妈无来哦。恁阿舅转来啊，这2天恁妈妈有陪办一寡代志啊。伊讲代志若办了吼，再过来甲你看啦。东东即马遮乖的，阮嘛毋免烦恼，伊伫咧外口底下代志，每工下课转来哦，都比伫咧房间内读册。妈妈无来，敢会是搁破病啊？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阿公，妈是毋是破病啊？无啦，恁妈妈真好伫咧啊。阿公，你无骗我吼？东东啊，恁阿公哪会骗你咧？平阿伯，这是我阿公送你的。顾阿伯，你伤客气啊！你过生日嘛，一点仔意思啦。是啊，我应该祝平阿伯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我过生日，当然是对啊，唔对啊？素贞讲的啊。素贞啊，你遮大汉啊，哪个袂晓办代志？我伫电话内底是安怎甲你讲的？我就敢若听讲咧过生日嘛。哎呦，乌白乱讲！是我甲阮老的哦结婚30年的纪念日啦，阮两个哦，就伫咧遐开讲啦。哎呀，这世人哦，无一个后生，好佳在王太太哦送阮一个后生，阮则感觉吼，这世人啥物事拢有啊啦。阮是为着要感激王太太吼，所以毋知要请王太太做伙来遮耍啦。赵敏啊，你陪少谦带东东去行行咧。这个囡仔吼，用功读册当然是好啦，也毋过心情哦，嘛是爱保持健康。赵敏，我感觉王妈妈真正是一个好人，伊口劝我的话拢真有道理。前几天我走去恁兜，我有一个感觉，恁妈妈对我加真好。是毋是王妈妈？伊嘛走去劝恁妈妈。
底是安怎啦？规工拢无啥欢喜。我讲话好才就讲互家己听的。我要回去啊！素姐，对东东较好诶，多照顾伊。哦，母龟母是你认为我欺负东东，所以你甲我生气哦？毋是这意思，伊足可怜诶。伊才袂可怜呢。过去有王妈妈爱伊，即摆阮爸妈阁遮尔爱伊。阮爸妈上无有一半以上的心，拢放伫伊的身上。对我吼，拢已经无啥重视啊。我比伊阁较可怜。素姐，东东伊是的啦，算我讲毋对话。咱等伊台北了后，我会去找王妈妈，我会甲伊讲个清楚，请伊谅解我，辜负伊一番好意。我无办法接受你的感情。阿姊，我无爱做恁的电火球啊，我要来走啊！你是要去倒？平平的阿公，敢毋是有送我一台电脑？我甲阿坤、阿星比赛超级大歹人，因每一个人输我100块。东东，你哪会算这种跋巧的代志咧？哎呦，莫遐尼歹啦！我即摆嘛无咧耍啊，爸爸嘛甲我骂过啊，嘛甲我的电脑收起来啊。东东，我是好意。阿姊，我有买一项物件要送你。哇，足水诶！查甫囡仔嘛会买即种物件哦。赵哥哥，请你把这项物件摕去互阮妈妈，好无？这赵哥哥，这真俗呢。东东，算互你阿姊啦。你莫气我，迄明明就是适合太太因挂的。东东一定用真侪心思替王妈妈紧的。你是安怎要叫伊摕来送我？我感觉。哼，你也是感觉歹势吼？摕来，我摕去互伊。无喏，我送去啦。东东，你妈妈一定会足欢喜的。赵哥哥，你千万唔通甲阮妈妈讲，这是我用电脑跋筊赢的钱买的。妈妈的身体无好，我袂当互伊生气、伤心。东东啊，这晚紧困啊，功课要紧，身体嘛要紧啊。我困袂去。为什么啊？我已经失眠几落工啊。我白讲，哪有囡仔失眠的啦？真是嘞，阿公，这几工我拢感觉怪怪，一直拢困袂去。阿公，你什么时阵要走？食暗顿的时阵，我甲赵敏讲好啊，明仔载透早就要走啊。莫啦，阿公。赵敏哥哥甲恁大姊爱搁上课，我咧想哦，既然我来南部啊，我想讲转去的时，先线去看佩佩啊。阿公，你若看到佩佩，要叫伊写批互我哦。你有写批互伊哦？也毋过，我调工了伊生气，互伊无欢喜，安尼，伊才会甲我记牢牢啊。毋管分开偌远，分开偌久，拢毋通袂记哩。阮有5个兄弟姊妹。因爸爸吼，徛后倒摆去接佩佩，连伊就转来啊。哦，阿公。佩佩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妈妈伊哪会无来嘛？恁妈妈有代志袂当来啊，所以叫阿公来甲你看。阿公，
你带我去台北看妈妈，好无？迄免会用诶。你要还阁读册呢，阿公嘛要转去布袋，我也无去台北，是免怎带你去诶。佩佩啊，你无介意阿公哦？介意啊！那安尼，为什么你拢无要插我？我想妈妈。阿公，是妈妈有答应，礼拜日带我去台北哦。佩佩啊，你即马姓刘，恁兜是咧饲爱。你的爸爸甲妈妈拢足疼你的，你就是老家的囡仔，袂用个定定提起台北的妈妈，也无这个妈妈会生气哦，知无？古老先生吼，因妈吼陪佩佩困一暗，明仔透早就要走啊。咱送伊一寡什么物件？送什么物件？人走来看囡仔，袂当互人空手转去呀。还简单啊，炸2只鸭，送去王太太啊。你除了鸭呗，你是袂晓送别个物件？送鸭是有啥物唔好啊？啊，家己用个太太食，会用个拜拜，嘛用个祭拜做供品。拜什么人啊？拜亚师傅啦。我都拜佩佩因爸爸。妹爱，你就是佩佩的爸爸。佩佩即马是咱的查某囝，伊即马吼连伊的妈妈王太太就要袂记你啊！你搁讲伊过去的爸爸，你足无聊的呢。那安尼你就莫问我嘛，每件什么代志哦，你拢要先问我啦。吼，好亲像你足尊重我的，也毋过10届有10届吼，你拢先问我，问了后咧，你要我来做主啦，安尼有啥物意思啊？较细声的啦，互佩佩的阿公听到咱两个伫咧冤家，伊袂放心，会甲佩佩讨回去的啦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阿公，佩佩啊，你还未困哦？我困袂去。佩佩啊，明仔载你还阁读册呢，乖，较紧困哦。阿公，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咯。啥物秘密啊？阿公，我昨暗做一个眠梦，梦到妈妈伊来看我。妈妈坐伫咧足水的云顶头，阿公，妈妈就敢若仙女共款，足水的哦。秀秀，阿公，是嘞。秀秀，你安怎哈？是毋是无爽快啊？无，
是啥物代志啊？我已经困去啊，毋过我刚刚听到妈伫遮，甲阿公甲我阿嬷讲话。啊？秀秀，迄是因为你日时啊想妈妈，所以暗时就梦到妈妈啊。对，这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这算是一种思想活动。虽然你已经困去啊，毋过你的大脑并无休困。我有这种经验啊。日时啊想一个问题暗时困去啊，毋过这个问题还搁咧头壳内底好啊好啊，半暝2点啊，还搁伫咧遮上课哦。哎呀，这是机会教育啊，妈咪啊，我你教册就是教册啦，三句里袂开本行。去，你去客房困啊，互囡仔教我困，较免伊着惊。唔免啦，阿嬷，我袂惊，恁困啊。秀秀啊，一定是你顶届转去，互你妈讲2句啊，所以你一直无欢喜。其实互妈讲2句啊，有啥物关系咧？当然有关系啊，这是囝儿逝世尊严问题。你拢想讲妈妈会当骂囡仔？后生查某囝就是互你骂走去的啦！你3更半暝遮尔受气，要创啥啊？好啊，我要讲的是秀秀啊，明仔载放学了，你就去看你妈妈，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，以后就袂安尼啊！啊！多谢阿公，多谢阿嬷，安安。好哦，乖哦。妈咪啊，秀秀伊已经大汉啦，爱特别注意伊的心态平衡。妈，我要去上课啊！你今日哪早？我想要先去看大课阿舅，再去上课。你莫长阮细觉哦。你想要去看你妈妈，你当作我唔知哦。我梦到阮妈妈，亲像仙女共款，伫咧天顶咧飞。你要去就去，莫对我编故事啊！我补习看完，搁要困一下，小等要去古白馆。妈，我会使带阮妈妈来食古白无？会用的。妈，多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好啊，来啊，啊，够烦的啦。是你哦。大课阿舅，刚仔。哎，弯弯啊，你是咧创啥啊？电铃安尼日期，大课阿叔遮侪年吼，哪有咧甲人讲熬早的啦？还搬戏的人吼，拢嘛是暗公鸟啊，半暝唔困，早起唔起床，将月亮当作日头，你也毋是唔知啊？知影啊，我一直吃电铃，就是惊你听袂着啊。你袂晓看我才来哦。我赶你去上课啊。我等下课才来啊。毋过我想阮妈妈。妈，你妈妈无伫个。是毋是去买菜啊？可能是啦。奇怪，妈妈去买菜，哪会无关茶啊？弯弯啊，你一感觉骂我戆，你毋则比我较戆啊！吼，你妈妈买菜一定都要赶即脚底下遮大卡，伊敢袂当炸一个小钱包啊？大课阿姐，我阿公呢？你阿公可能出去散步啊？哦。秋海代志到底要安怎呢？大课阿姐，请你甲阮妈妈讲，我下课了后，要带伊去阮新妈妈的古白馆去食古白。我先来走哦，再见。再见。假使恁妈妈即摆当活咧食牛排，毋知要偌好。弯弯，我代表恁妈妈甲你说多谢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呢？妈妈，你是安怎不爱过来看我？妈有代志，你去照顾照顾所在。妈妈。妈
着激情